先生，早晨，你好嗎？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名係Mirnawati，我今年30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嘅重85公斤，我嘅高156cm，我有一個哥哥，我嘅父母做農夫，我驚貓，我驚狗，我以前做過係2個僱主，第一係中西山兩面照顧老人家90歲，我幫老人家起身執人洗面、食藥、飲奶，同埋我陪老人家睇醫生復診。第二做過係調經領落面，照顧小朋友10歲，我幫小朋友起身送小朋友返學放學，陪補習。我識少少煮中國菜，煎雞、煎魚、煎三文魚、煎三文魚頭、煎白骨、煲湯、關湯、炒菜。我唔識做肉，因為我水未夠，但係我可以煮俾先生太太。我識開啟式米餸，我識洗衫、晾衫、燙衫。好啦，多謝先生，多謝太太，再見見。